七个五，抢左右。抢左右，七个五，抢左右。俩哈嘿，成功扮演忙天空，四点茶，偶遇是从心后空，用苦哈密，含有7个5牛，猪胆肝做麻辣牛烟抽。的修改，懂懂你不硬啊，我带你去。做鱼的 Q 咪就2分。係些吼，晏啲唔可以來 shopping 嘅，還有偏嘅地方可以去嘅。你推下就好。我唔去了。啊，冇關係，冇關係。唔嫌好誒？唔嫌啦，唔嫌啊？冇關係啦。冇關係啦。記咗茶紅素腳真型凍架。唔錯啊，見本件打咗就用好誒。效率真型凍好誒。下禮拜一定會推薦朋友來。假使記咗都快啲苗栗去吧。啊要調解苗片。哦，本年。好啊，按子些。唔會啦。第一次来吗？朋友介紹的。因為我想看到的彩體嘅工藝。你们有興趣哦？那我帶你們去參觀釀醋跟採松針的地方。松針？來了煮5葉醬。哦，我就迄了。嘿，啊你了煎呢煎叫嫩筍。嫩筍。嘿，你炒工廠的嫩筍全部做嚟煎下來，要煎下來做蒜絲，做酵素。你要吃健康哪裡？做嚟試看啦。做得。嘿。聲音。哦，凍筍呢？
拍摄哦，欢迎你老来做闺女。冇事啦，加加正气。安子说，唔会啦。送马盖。啦，阿姨，人家惨了，你去请我卡无？无啊。你若互家某开脑板，溜溜溜溜。送马盖。溜溜溜溜。爱讲你若互家某卡脑板，溜溜溜溜。唉，太长诶，无通做啦。你若互家某开脑板，溜溜溜溜。我听说哦，很跟踪狂，很加黑哥。美味しい诶。啊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请问你是要找哪一家啊？没有啦，我就刚好路过。我之前在这里工作啊，帮忙打扫四楼之2。哦，那位年轻小姐哦，你是帮她工作的哦？打扫的。哎，她怀孕了呢，听说已经好几个月了。她老公切，什么老公，婚都还没有结嘞。我看呐，是8成当人家小三。怎么可？我是说，应该不可能。哎呦，那女孩不错哎，蛮乖的。我在她那工作的时候，我看她很规矩，然后对人也很好啊，怎么可能当人家小三？哎呦，我跟你说，像现在这种啊，是越乖越容易啦。之前呐，常常都有一个男人呐，来她家啊。也长得还不错呢，一表人才。可是后来，你猜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就是她怀孕之后啊，那个男人哦就很少出现了。就算有来啊，也一下就走了。我看呐，他大概是用小孩子来逼宫，吵得很厉害，很难看呢，搞得现在都要分手了。哎呦，现在女孩子哦，真的是不可以小看哦。对啊，不可以小看。对啊，我帮你开门。不用，谢谢。啊，那我先走啦，拜拜。最后，无本啊，足到。现在开始测量，请不要动您的手臂。今晚开始牛会啊，请你唔通抓叮当。点。哦。来啦！用。俺问你哈，情谊嘅事，你迄唔迄啲嘛该无脑爱讲的？冇啊。恋爱。俺之前问你，情谊有交男朋友冇？你脑爱讲冇，就有嘛。猎下应该真嘅冇啊。猎下，咁就係之前有咯。莫洛色，講，迄嘛啥？嘛該貓叉，丁奈上班。哎呦，阿姨，你讲唔对啊！而且我跟那个男的又不熟，就见过几次而已。
冇关系。你人爱讲，我唔可以老情意讲。假使你冇落事，老爱讲，我就很严的，老你安排。胸情，胸情，胸情，胸情好啊！打电话，哎呀，胸情。无啦无。是，还是I think 看表面书有啥物解无？有冇？无呢，应该系同介识来朋友散拍嘞，啊无，敢若天谈事情呢？嘛该地毯式，阿姨，强子为着菜种来无？基片从事带夹夹片，安尼唔爱过去无？懂少，安尼唔下一摆先寄飞过去，记得趁机无出个门，嘛该图上、信上皮包啦，身体巧的总下悄悄嘞，天路啦，面平夹啦，天就亲得到。伊那迄滴，阿姨唔按聪明，冇问题啦。拜听。白天你看，老板都亲自挂保证说这个药没有问题，你总不会不相信老板吧？来了，周明义主症心肺气虚，开养心补肺30帖。早晚饭后只记得拿去啦，拿去啦。客气啦，人拢做拍片去帮你提药啊，这认真的哦，你嘛互少年一点仔机会，对无？何宇，这辛苦的吼。唔会啦，硬做较多，太卡要较防偏。有听到无？你若搁甲人刁难落去吼，以后都无人甲咱服务啊啦。我甲伊分煮蛋干好无？好啊，定好。你有些轻浮的人啊，还有伤人啊。不错。对啊，是上忙啊。对啊，不错。来，MPC。喂，先不要挂断哦。我知道你想多放一点假，都没有关系，我了解。但是该争取的资源真的不能放得烂。我跟你说 ，boss 说了，大后天就要看你的案子。如果你那个时候还没有回来，你最好赶快回来。因为你不回来的话，我就真的不理你了。OK， 就这样，拜。哎，行了。就人伊讲，希望你听听，爱听书嘅爱会做，哦，行了。那也没安尼，冇也没安尼。你老爱讲，我会用的。
基本上呢，ER 的 bug 我们都已经修好了，没有问题。但想跟老板确认一下，就是上次的 CPU 的问题，不知道你跟厂商那边有没有先协调？这部分你不用担心，我会解决，没事。好，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上次测试之后呢，它的波形还有一些不太稳定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都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。那如果接下来之后，是不是家里有急事啊？你要不要先接？没关系，我把这个讲完，没关系。但是那如果先接吧。好，对不起，不会，稍等我一下。怎么解啊？爱问你，几时个铺的병来？爱无拿，你涂的啊？哪一只涂的啊？副驾驶涂的啊？병价做嘛解？啊落的咧？伫水档个诱骗，有一只洗涂的，吼，先安尼啦，拜拜。哎，爱死的哈！阿娇，你在创啥？哎，来啊！小魏，你现在先放下你手边的工作，等亨宇那边修改完之后放假你就接着做。反正呢，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我们尽量赶在下星期进入下个阶段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没有问题吧？上头大家都爱看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加把劲哦。老赵，哎，好跳街，走。哎，遐会问头家娘，头家娘拢熟悉的。哎，迪某。哎。哎，拿那个红灰去，对，然后那个煮汤都会用的，对，滚猪肉、滚咸鱼拢会用到的。千年，最少也有人保留本年的东西。为什么水都少少的？因为天公吧没落雨啊。那可以游泳吗？当然咯，喊做的地里莫咪喊。喊呢？那里是哪里？给哦，给三婶带去地方啊。我们会去那里吗？上演啊，不过第二胎，上已经演嘅地方就冇问题。爸，也一部无老人公法按叫好无，眼nhìn车老多，眼睛修关地都是色头路，不过也一部总之都懂反。明明说已经做到有本人认同，啥无知都欢喜。
爸，我都在愛嘛嘅，我都在愛囡仔啊。有东西什么？唔記得咧。來，啊，你是食偌济呀？找人啊！哎，来啊！哎，就是来坐来坐，爷爱请接生了，唔是啦，你去家留电视。来坐，坐等。啊，今仔过来找报纸哟，来过来上去图书馆遮，先生我都无请到。啊，毋过今仔主委拢无看到人。应该咧无用拜拜代志吧？哎，为什么好无用诶？你做的吃看啊嘛。好啊，你吃看看啦，很好吃。来，好食。来啊！你干什么？哎呀！好吃哦！一好吃呢。是啊，妹。多吃一些。你有扣分没有？按对零件呢？唔会啦，你都说按倒扣。干都嘛嘅？会。石贴海，就是石头的石，贴纸的贴。哎呀，啊，大家拢伫咧哦。哎，注意来啊！注意来啊！我当想到你，你就来啊！你的报纸啦。真好，来，再给哎呀，这大呀！啊，这本啥个？有人会无？贵人之些。哦，我存真久呢，你莫。小魏，小魏，小魏，你要不要先回去休息？我知道了。对你睡着了，先回去睡吧。你可以吗？可以啦，我东西弄好，这边有给你啊。那你也不要弄太晚。走了，拜拜。哦，晏晝無看到，晏晝無加班啊？要不會較閒呀？冇啦，我之前請假，愛食咖啡冇？冇，我明日公司的任務啦。你要不要請假？你請已久呢？你要加1萬多。哎，我講啊，我前一步的哦，沒有請假。本來公司講做唔得，後來又講做得，唔過講咩？我算試駕會扣錢的哦，很切。為嘛該黑試駕？就那不用啊，吃飯度事嘛，食物中毒，上吐下瀉幾日，啊醫生就講會帶煙，我就請假啊，結果我估計還要顧生意呢，咩都病還要上班啊無閒啊。哦，其他有看好冇？有就好，有就好。啊，本用就講鄭州減皮啦。我對亞洲人哦，好東西就是唔關。我就想講紀念日啊，我就帶佢一身牛排，嘿嘿，結果食到送一煙。哦，唔是啦，冇關係，嗱，就算係我自家食兩杯，你看，
某族风都案呢，等下某生意跌倒，又要请事假，Q 钱。案子谁？唔会啦。其实我无买好上大夜班，不过做得拄到像安尼，要同下条打做久，要关心下条个好人，迄个等你来上大夜班要做得。你唱歌伊奈出轨啦？郑雄哈。做对啦。我屏东人呢。屏东万峦点嘛，万峦猪脚的万峦点。按压的，很衰啊。Sorry 啦，通讲你上台北，听讲你就要转来，想问你做的人会天数无？上歹着的，技术嘅色料。做得啊，我依奈买。你是大给片？做的嘅话，等下当成处置，留爱买嘅东西给你，唔会动刀。不过爱麻烦你做一点。又爱做新的作品啊？不过抢来哦，然后爱做民宿招牌用嘅。唔係哦。名嘅艺术人上好诶，上摆迄谢天，下摆做得安，不客气。很幽默。心情同好哦。无啦，根本人总算老庙顺嘅条阿桑又较熟识诶，还是路上哦。还拿到请东九的沙皮包子，吃到进来更有肉里耶。哇，容易哦。听你讲啊，要互动才有好的作品啊。错啊，好按件。你用按压蛮衰啊？就刚下班啊。我都听压的吧，唔会听哦。你讲咧，忝死啊！今日教你一下地板动作。哈？前方蹬。最好诶。人爱扎，要叫爱对左边反身的感觉。够咧。这条要尽量变到天来啊。你右手爱对右边打开，有感觉到肩条动什么？右脚有变到天来吗？你动作。跟你就轻量，来，1、2、3，好，你下有较好无？等下。真紧呢，有较爽哦。等你再来，我再教你做整套的。好啊。好啦，按压诶，你做好没卡做就会衰。结束了就搁麻烦你诶。
先挂了。拜拜。你闻闻看。惨了啊！喂，有人放杀！喂，这追那个，先去食野啊，先去食野。没有，先支援，要支援他，支援他。残血了啊！残了。哦，行不行啊？我都玩的比你厉害，来换我啦，起来。哦，你也逊呢。对没？不会支援。赶快啦，我都比较厉害。被他救了，你看，送杀。草船啊！走。哎，同哥，你當機會管實當叫咯。其他擺同講法嘅事，攏笑眯眯，嚟同報警，佢絕對係做人。下一站庙东。夜家啦。卖订单啊，我有插回啊。好好皮啊，要收了了啊，我那不来赢啦。大海啊，我你紧的啦，你莫讲看，行万老伙仔人就是老伙仔。来等候呢。厉害哦。啊对啦，啊顶摆帮你找迄个报纸，你摕倒去看了，感觉安怎？都有蹦出啊，动都有款彩贴、看法老故事，全凭爱的用路风情都很较沉。还好诸位你有找到。迄无啥啦，你若要哦，连工哦，我甲迄个写报纸迄个老外哦，找出来甲你开讲。跟做的。啊。那Google哥的给啥起报的辨识，是由一两篇短短的新闻，全部就迄10多年前的访问，忘记做人很低调。低调，你讲甲遮文啊，迄就是个性孤僻，佮孤老一个老狗，对无？看啥物拢无顺眼，歹斗阵啦。啊，毋过吼，人袂歹，我帮你介绍，绝对无问题。好，够麻烦你。安子生。不要紧，无啥。大家好。你好。哎。你有吗？啊来，坐啦。出定资料，快递直送。快递直送，遮好安尼。安子生。唔会啊。坐啦，来啉茶啦。哦，感谢咧。哎，臭毛。你之前做领司机，请我同人讲清楚哦。你就将来自己请音响。无啦，出拄好差的停了，出顺刷劳动性也本嘢。欧巴，发誓你鸟不看明明很杀伤，我基本爱讲小丑巴士哦。多谢同你讲。你迄心理变态哦！迄马上无经过爱同意就老远爆料，你迄电视名嘴哦。无啦。爱本地多了解下，要手菜咩？你敢讲，俺还唔敢旁。要蛮多天用选啊。阿妹喺你家里用摆下来天数，点冇？
我就来了。哎呦，慢点哟。哦，安坐啊。哎呀，阿客气。谁囡啊？冇事。有上到。系啊，人家去哪里啊？一班的冻酱呢？一起甲做的啊？哎，黑肉店做的龙虎社，等一下拜拜好啊，你可以带一些回家吃平安。好，俺子说哦。什么？来啦。你丢寿司哦。啊，走啊。寿司啊！家长去不用啦。好嘞。哎呦，你用不会来啊？你那不用干，还在翘班啊？老多人老用强用哦，但迄技工所老用，都没有红协参加啦。哎，叫我见呢。哦，嗨，生意。我是来哎呦，小朋友你小心别乱跑啊！我来大家徛好啊，要拜拜啊，囡仔唔知我后边走哦。有啦有啦。好来。好来，来，还有哪帮人收香哦，收倒收者。谢你好哦。来。啊，是安那啦？哎，李姐，拍谢啦！仙女姐，拍谢啦，拍谢。来，拍谢啦！啊，好来。牛肉的冇，牛肉的冇。你那帮我不要紧啦，来，大家到三个。来。哎呀，你隔壁不要紧哦。来，大家推数啊！东西数数哎，来。哦。来。没事啊。来，到 QQ 来。拜嘞哈，来吃一个。啊，我先来走。博弈、秦玉，佳佳哈，东西叔叔的哈。哎，阿木呢？先带给这里。啊，没问题。走。啊，我囡仔啊。哦，哎，再见。来先坐下，哎。来，这也给你了，吃不了那么多，捐出去吧。好，谢谢。用不会按好啊？根本冇啥。就减出去啊！老多按到个东西，老人家舍得切咯。文心啊，嘿，谢谢你啦！你给我倒卡手吼，这煮蛋干啦，互你摕回去食。你是哈希啦？我要紧来应该也爱摕去吼。俺子说啦。哎，你等一下先不用来地提公所。哎，你老你讲法全无地堂哦。啊？来讲，等一下先不用来地去公所啦。哦。你那么过体那个报东外个小官，其真佢唔会装你哦。讲嘛该啦。在装？无啦，人家时常当顶后个老人家，用好点变安好啊。我该变安好啊，唔去抢你抢用，伊还等你笑，伊还有等你哦。唔过去条当欧巴诶，一下见到就冇肥呢。俩就黑你啦，有时吃食，有时台风，有的鸡肉，有的青菜，有个哦，凡事唔会犯，不过就会动到怪癖，嘛敢引句有啊，你看你就会低的啦。你好。好啦。讲死你哦！咸。
妈，嗯，妈，哎，迄件风水，嗯。爱迄水无？爱迄什么话？哎呦，哦，啊！当然，又是爱。哎，原本年哦，爱根本年拜夜摕又有新的想法。小母年有闲无？做个老爱去下请材料无？你老爱遵守李明专线了。哎呦，有闲无啦？一起发，到时向你示范。示范，做对啊。不过，爱先问你一个问题。抢。你做么该转来啊？像你那种艺术家，没地被铺，就会出轨，占有发展。爱讲，也做唔到啊。讲笑哦，你按上忙哎。你知道爱东上忙嘿？当然啊，你纠察出去奉向听听。喂？冇听说你就很爱转来嘅原因，可能自由转来，先前到初衷，爱找人前到方向。可以，用得来嘞。文义啊，给你带去台北，你还没做呀？全部都是你喜欢吃的。你还没有？刀子嘴豆腐心呐，他是担心你嘛。也不腻啊。你还记啊，跟我打了一个赌，他说你去啊，4、5个月就回来了，叫我不要管你，所以你最少要待6个月。我你还记，属公啊。爸，恭谁威，恭谁威啊！如果啊，我是说如果在台北啊过得不快乐，就回来。还记得啊，老奶公，让我有时间跟你妈妈做一下心理建设，不要让她想太多，好吗？爸，你确定转无下？陈晴玉，你今晚你无要无紧？我佢无忧无紧啊，我票去报嘅眼去边。我还用10年的讲爱嘅想法，安尼免认真哦。我想说可以再过来跟你多了解一下。我不是先很清楚了吗？现在网络不是随随便便都可以查到很多东西吗？自己去查吧。我们家何宇哦，最近要改造卖菜车2.0，你嘿好艺术的，是可以控控呢。说什么？这样快了啊！你敢让他叫别人爸爸，你就试试看。这么快啊！你这样快了！